第5屆 U Star 圓滿卒業，校花 Mina， 校草 Phoebus， 星星回憶錄。第5屆 Face U Star 由9月開始面試，至到11月嘅決賽，話咁快個半月咁就完咗啦。咁經典嘅 moment 真係值得我哋再回帶啊 ！U Star 大專校花校草大選嘅校花係10號 Mina， 恭喜晒！7號 Phoebus， 恭喜晒！好，成為咗我哋新一屆校花校草，梗係要第一時間捉佢哋返嚟影畢業相，同埋問佢哋得獎感受啦。但我屋企人好特別嘅，即係佢哋支持我嘅方法唔會話咩我支持你啊，加油嗰啲，佢哋唔會講呢啲嘢咯。佢哋好心照咯，咁見到我阿媽嚟支持我跳性感舞咯，我知道佢係作為一個咁傳統嘅家庭主婦，佢唔係好中意我跳呢啲舞嘅。但係我覺得嗰刻我令到佢好 proud， 我做到佢女兒咯，我覺得我好開心咯。個比賽咧，好似成個一個巧合咁啊！個營入邊突然之間滅7年同埋司徒夾帶入嚟揀人去，令到我知道呢個比賽，所以我當時就覺得好似玩呢個比賽好奇怪喎，咁即係玩嚟係 show 自己嘅外表咁樣。跟住我就發現，原來都唔係嘅，原來有啲 talent show 表演啊，都要講求你自己有啲咩才華或者先可以贏呢個比賽。咁最尾我就參加咗啦。